好，即马嘛，风声这美国政府呢是要用股权来换补助，台积电就伫个名单内底，这是引起各界的关注。另外，嘛有一间摕到美国补助的台湾半导体厂商，也就是环球晶，伊嘛有可能会来比较办理。即马业界是认为讲，若准这个美国官方资金进驻，安尼就有通来增加订单。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拜登政府已经承诺的补助会还，不过川普政府会要求换股权。面临美国晶片补助的办法一直变，专家是分析，台积电可能未提补助来解套。如果美国政府入股呢，可能美国政府呢会有一些干预的行为。 那从台积电的角度呢，它在美国市场呢一直采用独资经营的方式，所以当美国政府想要插股的话，其实从台积电的角度呢，它是不可能接受。 专家认为，台积电的财富就算无提补助，也有财政执行能力，加上台积电先前制定多把全球，应透过企业形成成本增加。面临美国政府提出入股换补贴，外界理由台积电、三星等大厂恐惊面临这四大风暴。首先是公司道德承受影响，引起地缘政治紧张。台积电高阶人才流向美国，出现有人力不利竞争。那美国政府正做股东要如何混乱，是不是出现一只牛被半两占赔？ 外界理由，是前期大厂环球晶是除了台积电以外，另外一间摕到美国补助的半导体厂，恐惊也会予美国提出补助换股权。可能不单只有台积电啦，因为现在看起来是连 Intel， 然后连环球晶，它会变成一个美国政府持有整个半导体重要先进制程及设计能力的一个状况。它会不会比照过去的方式，就是指派一个产业最高的负责人管理这一些公司，就变成是要特别留意的。 环球晶除了是全球前三大色情片厂，也是唯一伫美国设先前色情片产能业者。那美国入股业者分析，有希望为环球晶提悬订单。记者综合报道。